先先来关心，昨暝6点外，花莲发生地震，岁数规模5.3，震度上强有4级，伫花莲、南投、台中和宜兰。花莲有民众讲，说地震是成为顶下骹摇，才阁变正倒面海，因为地震即往花莲的火车嘛拢慢分。 镜头又甲真厉害！21暗6点49分，花莲秀林乡发生规模5.3的地震，全台湾各地拢有感受到。其中花莲、南投、台中甲宜兰上大震度4级，而这种上坏的花莲又甲上严重。有人阁听到地牛伫咧吼。2秒钟的地鸣，突然整个房子在摇。这次摇的是怎么这样的状况？是先跳一下，再左右晃。最近这边地震是不是很多？有，最近比较频繁哦。 受地震影响，宜兰到水尾之间各组列车拢有延误。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报告，震央是伫咧花莲县政府西北边13.2公里，是伫花莲县秀林乡，地震深度20.2公里，是极浅层地震。气象署解释讲，地震主要是因为花莲外海菲律宾海板块向欧亚板块下骹插点落去。 地震发生10秒钟了，就对花莲发国家级的警报。北部震度只敢若1、2级，不过也是感受会到。那特别提到，在新北市跟台北市，由于有一些高楼，那高楼在受到这个地震影响之后呢，它的摇晃会特别的显著。 好加在无传最严重的灾情，气象署讲，根据统计，这边震央的附近，今年到即马规模5以上的地震总共发生过8遍。另外，这个地区也有真侪小型的地震，估计数落来3天，会有规模4.5到5的地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